那台北纺织店呢，今仔日起购真侪业者是推出永续环保，也佫有机能应用，也毋过即马煞受到这美国关税影响，互市场是无遐热。副总统萧美琴表示讲，这政府会继续和美国来沟通，也推出真侪项方案，帮助企业来开拓新的市场。 主打星期日就会当直接降温2度的凉感剂，摸起来骨骨绵绵是真舒适，伊嘛会当变作对抗极端气候的新武器。台北纺织店伫南港举行，伫全球拢在小绿色转型之下，纺织店嘛伫持续创新，但伫台币对等关税无确定性之下，企业家嘛讲家己本身也会当调整。大家的营收都有减少，我们这个金字塔上面的东西，我们要越做越大。是，那这个一般的产品呢，很容易被取代的，这可能一定会受影响的，没有办法。台湾产业用纺织品协会认为讲，对等关税对纺织业上大的冲击是对未来发展的无确定性，会互企业变得愈保守。特别是美国的关税20+N，而且它对不同的品项或者不同的市场，那个 N 的比重不一样。 所以这个不确定性让大家会趋向保守。副总统萧美琴请归属 MIT 的学总来参加纺织店的开幕，用行动力来挺台湾的产业。伊表示讲，纺织业当面对中国产能过剩、削价竞争的挑战，另外嘛承受美国关税压力。政府会持续和美国沟通，嘛推出真侪项方案，帮助企业开拓新市场。正积极的持续跟美方进行对话以及沟通，希望能够获得一个对台湾 更合理、更具竞争力的解决方案。台湾纺织业现在面临台币的升值、美国加征关税、俄乌战争、以哈战争等不利的环境，依旧在努力的持续打拼当中。 若是国内企业去海外设厂的台湾业者，共款面对关税的挑战，但企业嘛伫这波无确定内面继续调整脚步，希望和台湾的纺织来配合国际市场的趋势，持续做出好表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